一支火箭竟然喺引擎故障之下照樣成功入軌。而更加恐怖嘅係，呢一次唔止係太空技術突破，好多投資人開始認為 SpaceX 真正想做嘅可能係控制未來成個太空經濟。今次 Starship V3 首次成功部署22顆衛星，代表上太空嘅成本可能即將暴跌，而Elon可能已經提前打開咗下一個兆元市場。但最令人震撼嘅係，佢明明出咗事，點解仲可以成功？今集我哋用廣東話同你拆解 Starship V3 今次試飛到底有幾黐線。中意呢類型影片嘅朋友，歡迎訂閱同 like。點火？我哋已經升空，機身向下傾飛行。Peace Raptor 燃燒室壓力正常。好啦，我哋而家已經飛行30秒，見到助推器 V3 上面33個 Raptor 3引擎全部運作中。而家升上海灣上空，就嚟到達最大空氣動力壓力。助推器同飛船嘅航電供電遙測都正常。系統一切正常，我哋啱啱通過咗最大動壓時段。而家已經飛行咗1分幾鐘。而家喺 Star Factory 度震動已經平靜落嚟，我哋繼續睇住 Starship 第12次飛行劃過海灣上空。下一個重要步驟就係熱分離。助推器推進劑節流到位啦，提大家，我哋會做我哋版本嘅 Mako， 咁大部分引擎會關閉啦，所以我哋會關掉助推器上除咗5個之外嘅所有 Raptor 引擎。之後，當呢個步驟完成，我哋會喺飛船仲未分離嘅時候點火6個引擎。我哋有夾鉗將兩部分夾實一齊，嗰啲夾鉗會縮翻入去熱分離環入邊，等佢哋有啲保護。睇嚟有一個引擎熄咗火，但而家仲有32個 Raptor 引擎運作緊。但係再講多次，去到熱分離階段，飛船上嗰6個引擎就會點火。今次我哋會用少少唔同嘅方法去做，喺第3版本入邊會有唔同嘅順序。基本上3個 RVAC 引擎會首先點火，幾乎即刻之後只有其中一個中央引擎會點火。咁樣會俾助推器一個推力，令佢向已知方向移動。之後另外2個引擎都會跟住點火。我哋已經完成 Mako， 需要分離。就係咁，熱分離成功完成。我哋見到助推器點火嘅引擎嘅預期咁多，但係飛船上邊有6個引擎運作正常。喺我哋啱啱提早咗結束 boostback 返回點火啦，再提多次，助推器原本計劃係飛去墨西哥灣落水，但係佢喺 boostback 初段就提早熄咗引擎。我哋啱見到其中一個 RVAC 引擎，所以而家飛船上面得5個引擎運作緊。我哋有引擎失效備援能力，所以佢會繼續上升。你見到左邊係助推器，右邊係飛船。飛船嘅航電系統啦、電力同遙測啦都正常啦，計劃將助推器帶返嚟嘅。今次飛行因為係第一次，好啦，今日飛行大約3分50秒，提一提大家。飛船計劃燃燒引擎大約8分鐘多少少，大約8分11秒。呢個係我哋今日嘅計劃時間表。情況可能會略有變化，因為我哋有一台發動機停運，而 RVX 少咗一台。
繼續觀察啦。助推器佢完成佢哋反回點火，我哋冇睇到所有預期嘅引擎都點火，不過我哋仍然從中獲得咗一啲觀看量。呢個會喺墨西哥灣某個地方着陸。提提大家，我哋會為呢啲發射清空、空域、海域、太空所有地方都會清理。好啦，我哋而家嚟到發射後5分鐘。飛船6個引擎中仍有5個喺運作，等緊通報，確保飛船依照計劃軌道飛行。再講多次，今日我哋為飛船計劃咗亞軌道飛行路徑。助推器一路返落水面嘅時候，仲俾到我哋啲畫面睇。好嘅，飛行時間略超過5分半鐘。海特、傑克，你哋兩個同我一齊嗎？佢嘅助推器開始高速返落嚟。係的，我哋有機會企在外面觀看發射。哇，那真係太棒啦！聲音好大，震動劇烈啦。我真係冇諗到助推器或者話成支火箭啦，可以咁快離開發射台升空。絕對地，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嘅係助推器返回地球，進入墨西哥灣嘅畫面，太讓人興奮啦！6台 Ship Raptor 發動機中有5台嘅燃燒室壓力正常。Starship 嚟講係個好消息。我哋再講多次，今次唔會將超重型助推器飛返去發射塔。我哋原本計劃讓佢喺墨西哥灣降落。睇嚟助推器已經喺墨西哥灣完成咗佢嘅任務，但係我哋艘船仲繼續飛緊。見到呢個情況真係好開心。S3 上面仲有6台引擎，入面有5台運作緊。係啊，我哋都聽到啲點着咗嘅引擎燃燒室壓力都好正常。我哋係有引擎失效用錯能力嘅。我哋見到其中一台 RVAC 即係 Raptor 真空引擎而家停咗，但冇問題，艘船仲繼續前進緊。地球嘅景色真係好靚，喺後面嗰度。係啊，我好中意 S39嗰個貼紙。嗰個貼紙真係令艘船多咗啲個性。再一次多謝 Starlink 帶嚟咁靚嘅畫面。係啊，一定要多謝成個 Starship 航電攝影同電子團隊，佢哋真係落咗好多功夫去升級啲鏡頭。睇下艘船群體入邊，你可以見到中間嗰3個引擎着咗火 ，RVAC 都繼續噴火。我哋都見到最少有幾個引擎喺助推器着火，準備降落燒之前，我哋同佢失去聯絡。我哋應該仲有少過20秒左右，睇下今次燃燒會唔會耐少少。如果有引擎熄咗，其實你可以令其他引擎運行耐啲，或者加大油門，用嚟補償嗰台嘅點火嘅引擎。所以而家我哋等緊2級引擎關機。我哋仲要再延長啲時間啦。船上仍有5台發動機喺燃燒。我哋而家就睇到發射後9分鐘。開始見到引擎關機。
真空引擎已經關閉啦，海平面引擎都關閉咗。我哋正在嘗試獲取有關飛船入軌嘅最新信息，但系統再次關閉，因為有一台引擎熄火，所以我哋運行咗耐啲。基本上成程飛行都係用住6台 Raptor 入邊嘅5台。飛船嘅飛行終止系統已經安全解除。好啦，依家我哋真係有艘船喺太空度。正如你所見，團隊對見到 Starship 都非常興奮。而家喺太空，我哋正等待正常入軌嘅通知，所以我哋會繼續等消息。我哋而家見到襟翼喺度喐緊作動中。哇！呢度大堂啲歡呼聲幾乎同火箭升空時一樣咁大聲。係啊，真係好多嘢發生緊。你知啦，我哋開場時都講咗保證有驚喜，而家先至過咗11分鐘啫。今日個任務仲有好多嘢等緊我哋去做。助推器嘅所有目標都完成嘅，而家大家都集中睇住艘船，準備進行我哋嘅太空入邊嘅目標。確切咁，所以就好似我講嘅，我哋仲等緊聽到正常入軌嘅通報，但係距離下一個里程碑仲有幾分鐘，所以我哋將繼續。我哋呢度可以欣賞到呢艘船令人驚嘆嘅景色。哇！呢個就係我哋嘅星球啊，呢度就係我哋嘅家。提翻大家，今日艘船嘅目標唔單止係我哋頭先驚到嘅分離，我哋仲計劃部署20個 Starlink 模擬衛星同埋2個 Dodger Dog 衛星。呢啲就係我哋內部團隊叫做新一代衛星嘅嘢。我哋頭先都睇過一啲預覽，我哋應該好快就會見到呢啲衛星部署。我哋都希望可以進行再點火一個 Raptor 引擎。係啊，完全正確。今次再點火會有啲唔同，我哋希望可以維持耐少少時間。當然要到時先知實際情況啦。其實今次再點火唔一定會改變我哋嘅軌道，主要都係做技術示範。如果你啱啱先入嚟睇，其實你錯過咗差唔多13分鐘好精彩嘅內容。我哋基本上準時發射，差唔多就係下午5點半。雖然 T-4 秒嗰陣有短暫暫停，不過最後都順利繼續見到一次好靚嘅星空。我同 Jake 可以同晒所有同事一齊喺出面親眼見證，真係一個好難忘嘅時刻。我同你講，呢度真係大聲好多，比起喺 Ad Astra 嗰陣。絕對地啦！今日呢，飛船上升期間呢，我留意到幾樣嘢。好明顯，我哋喺上升途中失去咗其中一台真空猛禽引擎，但呢個正係展示我哋潛在發動機故障應對能力嘅好方法。確切地，而且我覺得我哋實際上睇到咗呢3台慢向節發動機稍為擺動一下，以補償呢種偏移同埋推力。我真係太病啦！我知道團隊一直都係做緊呢啲嘢。自從第一次飛行開始，我哋就一直有分析呢啲情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諗過好多次，今日真係現場見到佢發生，感覺都幾正。係啊，絕對係。如果你唔知 JK Raptor 團隊嘅成員，不過我仲發現咗一樣唔關 Raptor 事嘅嘢，就係當我哋見到尾部襟翼嗰個鏡頭，呢個有點奇怪。我哋喺背風面鋪咗瓷磚，所以唔係佢會受到氣動加熱嗰一邊。你可能會問，我哋點解要喺呢度鋪瓷磚？其實我亦都有同樣嘅疑問。前幾日咧，我同我哋公司嘅一啲隔熱罩工程師咧傾咗，令我哋實際上正喺運行係地
就喺呢度拍嘅。所以我哋而家仲可以喺金翼上面睇到所有呢啲計壓，真係好事。因為實際上係我哋嘅一項實驗，我哋想喺船上喺上坡嘅路上測試唔同嘅連接方法，係實際上係上升。睇嚟大部分甚至全部瓷磚都仲掛喺嗰度。咁呢個確實係個好有價值嘅數據點。我覺得幾好喎。而家再講多次，呢個畫面係由 Starship 側邊影嘅，基本上就係成個 Starship 飛行器嘅第二級。呢個就係飛行器上面其中一塊金翼幫手控制咗喺軌道上面嘅位置同姿態，同時都幫手控制翻入大氣層嗰陣嘅動作。呢個階段好關鍵。我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希望可以部署喺 Starlink 衛星模擬器，同埋喺太空入邊做一次 Raptor 引擎佢再點火。如果一切順利，我哋目標係喺印度洋做一個軟着水降落。我哋頭先都聽過回收隊嘅 Saran 講嘢，佢哋而家已經準備好，等緊接收我哋而家見到嘅呢艘船。好啦，那就交俾樓上嘅處理吧。Dan 情況點啊？喂，大家，我哋而家情況都幾好，睇落我哋而家都仲喺分析範圍之內。就算有一個 RS 引擎失效，都係佢，所以我唔會話係標準嘅軌道插入。但我哋而家行緊嘅軌跡都係之前分析過，而且都喺預計範圍入邊。所以團隊而家繼續處理緊嗰個引擎有啲問題，大家都喺度跟進緊引擎嘅步驟。今日呢，我哋應該會跳過 Raptor 引擎重啟，不過暫時嚟講，應該仲可以照常部署，有效載荷。而家艦隻情況好動態，但我哋已經成功入咗太空。而家呢，佢正沿住軌跡飛向地球另一邊，之後呢會喺印度洋注水，之後會開始變暗。我哋而家呢正進入軌道日落，所以我哋會有一段時間係黑暗啦。之後就會再變光啦。等我哋去到地球另一邊嘅時候，希望到時我哋再進入印度洋時可以見到靚啲日光。好啦，而家飛行咗少少多過17分鐘。如果你而家先開始嘅，我哋啱啱嘅發射窗口一開始就見到升空啦。超重型嘅火箭離開發射台，最初點燃晒33個 Raptor 引擎，順利完成二分離。最初點燃咗6個飛船引擎，上升途中有一個 REA 失熄咗，但都仲可以成功進入太空。而家我哋試下睇下我哋仲可唔可以進行有效載荷釋放，就攞到我哋預期會發生嘅時間點。睇睇嗰艘星際飛船內部啦。我睇到一扇門開咗，睇嚟哈爾冇等幾耐 ，pass 門係開住嘅。提醒下，今日呢有效載荷之內呢有22個可部署部件。其中20個係星鏈質量模擬器，另外2個係我哋內部稱之為躲避犬嘅模擬器，佢哋正係安裝改裝後嘅 V2 星鏈衛星，佢哋將測試我哋計劃喺星鏈 V3 上使用嘅一系列組件。我哋仲裝咗好多鏡頭啦，做另一個技術示範啦，今次飛行會試下啦。我哋真係想揾方法可以喺星際飛船仲喺太空時觀察佢嘅隔熱盾。你只可以透過鏡頭同埋翼板嚟到有限嘅部分，你冇辦法冇晒底部所有嘅。而其中一個唯一可以做到嘅方法呢，就係有其他嘢喺附近飛。所以我哋會嘗試做最後嗰個實驗，最後出咗嗰2粒衛星上面裝咗一系列鏡頭，佢哋會翻轉頭睇下嗰艘船。我哋將喺晚上進行，咁所以呢，我哋有聽起上嚟要進入載荷部署階段啦。
夜間飛行時，佢哋帶咗強力手電筒，以便喺飛嚟嗰陣照亮飛船隔熱罩。所以呢，就我哋見到有啲 pass 糖果機嘅動作呢。提一提，呢個就係我哋嘅第3版升級嚟嘅其中一樣嘢啦。有冇似幫 PASS 糖果機加咗嘅馬力，所以嘅衛星會比之前 Starship 飛行測試時快少少彈出嚟。咁首先呢，2個出嚟門口呢，仲有2個緊接住出嚟。好啦，4個搞掂，仲有18個要出。